安裝窗口式冷氣機，專人即日到府，快速處理，即裝即響。窗口式冷氣機安裝專業性高，需謹慎處理，否則容易造成機器運行問題或漏水情況。冼冷氣通提供即日專人上門安裝窗口式冷氣機服務，快速、專業，立即享受涼爽舒適空間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維修等。為何選擇專業安裝窗口冷氣機服務？安裝窗口冷氣機需專業技術，錯誤安裝可能導致噪音、漏水、製冷不足等問題。冼冷氣通專人服務，保證安裝位置、排水及散熱皆達最佳效果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維修等。實用技巧：安裝窗口式冷氣機步驟：測量窗口尺寸及選擇合適的冷氣機型號，準備安裝框架並牢固固定於窗口，將冷氣機固定於框架內並確保平穩，完成電源連接並測試冷氣運轉狀態。若你對安裝有任何疑慮，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維修等，專人協助處理。安裝窗口冷氣機常見問題 FAQ： 窗口式冷氣機安裝需時多久？通常1至2小時內可完成安裝。安裝窗口冷氣機需要特殊工具嗎？是的，需專業工具確保安裝牢固且安全。自行安裝窗口冷氣機有風險嗎？若安裝不當，可能導致漏水或安全隱患，建議專人安裝。